大家好，又係我阿奇。講到而家，全世界最黐線、最火爆，升到連你阿婆都問買唔買得過嘅股票，毫無疑問，一定係 Nvidia 輝達啦。由 ChatGPT 爆發以嚟，呢間公司嘅市值簡直係坐火箭，突破2萬億、3萬億美金，直接將曾經嘅老大哥 Intel 踩喺地下摩擦。但係如果你以為 Nvidia 淨係靠住運氣食種 AI 條水，如果你以為黃仁勳淨係一個識得着皮褸、識得喺 Computex 簽名落女粉絲心口度嘅阿叔，咁你就大錯特錯啦。今日阿奇我要同大家做一個史詩級嘅大起底，我哋會根據兩本新鮮滾熱辣，被譽為硅谷必讀嘅超級神作，由權威科技記者 Tay Kim 寫嘅《The Nvidia Way》，同埋 Stephen Witt 寫嘅《The Thinking Machine》，同你深度拆解呢個黑色皮褸狂人嘅神級帝國。呢條片阿奇會帶你穿越時空，翻去1993年嗰間充滿油煙味嘅 Denny's 餐廳。我哋會揭開 Nvidia 曾經爭啲破產嘅黑歷史，仲會話你知黃仁勳點樣喺10幾年前力排眾議，頂住華爾街嘅瘋狂狂鬧，將成間公司嘅命運 all in 壓住落一個當時冇人睇得明嘅技術度。準備好未？扣好安全帶。阿奇嘅 AI 瘋狂過山車，正式開車。Let's go！The Thinking Machine 呢本書一開始就講俾我哋知 Nvidia 嘅開局根本唔係咩天之驕子，而係一場災難。1993年，黃仁勳同另外兩個創辦人 Chris Malachowski 同 Curtis Priem 喺硅谷一間 Denny 餐廳度傾偈。佢哋覺得未來嘅電腦一定唔可以淨係處理黑白文字，一定要有 3D 圖像。於是佢哋創立咗 Nvidia。但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佢哋第一款推出嘅晶片叫 NV1，結果點呢？死得好慘。NV1 用咗一種叫二次曲面嘅冷門技術，同當時微軟推出嘅 DirectX 標準完全唔夾，結果冇人買，公司燒錢燒到七七八八，面臨破產嘅邊緣。當時 Nvidia 爭緊日本世嘉一筆巨額開發費，如果世嘉撤資 ，Nvidia 即刻執笠。喺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頭，黃仁勳做咗一個極度違反商業常理嘅決定。佢直接飛去日本，同世嘉當時嘅社長 Soichiro Irimaki 講：我哋嘅技術行錯路，做唔出你要嘅嘢。但如果你而家唔俾筆錢我哋就會死。大佬啊，你做唔出嘢，仲叫人俾錢？但係入膠招一郎，竟然俾黃仁勳嘅誠實同願景打動，真係泵咗500萬美金落去救佢。呢500萬成為咗 Nvidia 嘅續命單。死過翻生嘅黃仁勳學精咗，佢知道喺晶片市場慢一步就係死，於是佢定下咗一個震驚整個科技界嘅規矩：6個月嘅產品週期。當時 Intel 嘅摩爾定律係每18個月效能翻倍，但係黃仁勳話 Nvidia 要每6個月就推出一代新顯示卡，呢個就係傳說中嘅黃氏定律 （Wang's Law）。佢逼住班工程師不眠不休咁做，推出咗 Riva 128同 GeForce 256。GeForce 256仲係全世界第一張被定義為 GPU，即係圖形處理器嘅晶片。Nvidia 憑住呢種癲狗一樣嘅速度，成功打冧咗 3DFX 等等嘅對手，稱霸咗打機市場。好啦，稱霸咗打機市場，夠食過世啦。錯，The Nvidia Way 嘅核心精神就係話俾你知，黃仁勳係一個玩超長線遊戲 The Longest of Long Games 嘅怪物。2000年代初，史丹福大學有個超級天才叫 Ian Buck，佢發現 GPU 入面嗰啲用嚟計圖像像素嘅幾千個細核心，原來可以攞嚟做平衡運算 （parallel computing）。黃仁勳聽到之後，雙眼發光，即刻將 Ian Buck 挖角入 Nvidia， 仲啟動咗一個絕密嘅核彈級計劃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CUDA）。CUDA 係咩呢？簡單啲講，佢係一個軟體平台，可以令到全世界嘅程式設計師好容易咁命令 Nvidia 嘅 GPU
去幫佢哋計數，但係要推行 CUDA，代價係極之恐怖嘅。以前 GPU 顯示卡主要係用嚟畫圖、處理遊戲同影像。CUDA 出現之後，開發者可以用接近 C 語言嘅方式，叫 GPU 去做一般計算，即係而家講嘅 GPU General Purpose Computing on GPU。點解 CUDA 咁重要呢？佢令 GPU 變成通用計算器，科學家、研究員可以用 GPU 去做大量平衡運算，速度往往比傳統 CPU 快好多倍。CUDA 仲搶先建立開發者生態，NVIDIA 喺好早就提供工具、圖書館、教學資源，令好多研究員同工程師習慣用 CUDA 寫程式。一旦習慣咗，就好難轉去其他平台。CUDA 同 AI 爆炸式嘅成長完美配合，深度學習需要海量平衡運算。2012年之後，AI 開始起飛，大多數框架，例如早期嘅 Theano，之後嘅 TensorFlow、PyTorch 都優先支援 CUDA， 結果變成想 run 大型 AI 模型，好大機會要用 NVIDIA 嘅 GPU 加 CUDA。黃仁勳要求 NVIDIA 生產嘅每一塊顯示卡，無論係賣俾打機獨攬定係賣俾科學家，入面全部都要內建 CUDA 嘅硬體電路。呢個決定令到每一塊晶片嘅成本大幅增加，但因為當時根本冇人會用 GPU 嚟計數，所以呢啲成本係無法轉嫁俾消費者嘅。NVIDIA 嘅利潤率瘋狂咁暴跌，華爾街嗰班分析師簡直係鬧到黃仁勳開花，股價大跌。投資者要求 NVIDIA 放棄 CUDA， 專心做翻顯示卡賺錢，但黃仁勳死都唔肯，佢甚至頂住壓力，將 CUDA 免費開放俾所有大學同研究機構用。The NVIDIA Way 指出，呢個就係 NVIDIA 點解今日無敵嘅原因。佢哋忍受咗接近10年嘅虧損同白眼，成功將全世界嘅科學家、AI 研究員全部綁死咗喺 CUDA 呢個生態圈入面。今時今日，就算 AMD 或者 Intel 做出咗硬件效能勁過 NVIDIA 嘅晶片，但班 AI 大佬都唔會轉會，因為佢哋所有嘅 code、所有嘅模型，全部都係用 CUDA 寫嘅。呢條軟體護城河深到冇人可以跨越，鋪咗10年路，終於等到大爆發。The Thinking Machine 入面記載咗一個改變人類歷史嘅轉捩點。2012年嘅 ImageNet 圖像識別大賽，當時教電腦影相片係一項極度困難嘅任務，各大科技巨頭包括 Google 都用緊超級電腦去計，但錯誤率一直卡住喺25% 左右。點知多倫多大學有2個窮鬼博士生 Ilya Sutskever， 佢係後來 OpenAI 嘅首席科學家，同埋 Alex Krizhevsky， 佢哋冇錢買超級電腦，於是喺自己間睡房度買咗幾張 NVIDIA 當時用嚟打機嘅 GTX 580顯示卡。佢哋利用 NVIDIA 嘅 CUDA 平台寫咗一個叫 AlexNet 嘅深度學習神經網絡模型。因為 GPU 有幾千個核心，處理矩陣運算 Matrix Math 嘅速度比傳統 CPU 快咗幾十倍。結果呢 AlexNet 喺比賽度以壓倒性嘅優勢，將錯誤率一舉降到15%，震驚全球。佢哋2條友加幾張打機卡，竟然打贏咗 Google 嘅超級電腦。當黃仁勳收到呢個消息嗰陣，佢形容呢個係一個 Holy shit 嘅時刻。The Thinking Machine 詳細描述咗呢一刻，黃仁勳敏銳地意識到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就係未來。人類以後都唔需要人手去寫 code 教電腦做嘢，電腦可以透過餵資料自己學識做嘢。黃仁勳即刻做咗一個瘋狂嘅決定，全公司 All in AI， 佢要求所有工程師停晒手頭上嘅傳統工作，將每一滴資源、每一張晶片嘅設計全部向 AI 運算傾斜。當時內部有好多反對聲音，覺得放棄利潤豐厚嘅圖形市場，去賭一個未知嘅 AI 領域係自殺。但黃仁勳展現咗佢極度強悍 ferocious 獨裁嘅領導力，
將一班叛逆嘅工程師凝聚埋一齊，誓要掀起一場計算革命。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點解係 NVIDIA 做得到？Intel 以前咁有錢，點解會錯失咗手機同 AI 兩個大時代？The NVIDIA Way 話俾我哋知，秘密在於 NVIDIA 嗰種近乎變態嘅企業文化。第一，極度扁平化嘅管理。黃仁勳身為 CEO，佢有超過40個直接匯報嘅下屬 （direct report）。喺一般大公司 CEO 最多只會對5到8個人。但係黃仁勳話，層級會隱藏資訊，佢唔搞 one-on-one 私人面談，所有會議都係開放式嘅，低級員工可以隨時入嚟旁聽高級決策會議。NVIDIA 內部最中意寫一種叫 Top 5嘅 email，每個人每星期寫低自己做緊最重要嘅5件事，全公司都可以睇到呢種透明度，令到公司嘅執行力快如閃電。第二，一個極度 hardcore 嘅工程指標，光速 speed of light 喺 NVIDIA 內部。當工程師設計緊一款新晶片嗰陣，黃仁勳唔會問佢你比上一代快咗幾多，佢會問呢款晶片距離物理極限 speed of light 仲差幾遠。如果你已經做到物理極限嘅80%，OK，你做得好好。如果只係得20%，咁你就大鑊啦，準備俾老細瘋狂捽數啦。Tao Kim 喺書入面強調，就係呢種永遠同絕對極限比較嘅文化，令到 NVIDIA 冇好似 Intel 咁支牙膏。每一代 NVIDIA GPU，例如 Volta、Ampere、Hopper，到而家嘅 Blackwell，都係榨乾咗台積電製程嘅所有潛力，一出就係核彈級嘅效能提升。而家 NVIDIA 已經壟斷咗全球超過80%嘅 AI 訓練晶片市場，但係你以為黃仁勳會停低？兩本書嘅結尾都指出 NVIDIA 正在佈局一個更恐怖嘅未來。Stephen Witt 喺 The Thinking Machine 提到，黃仁勳將未來壓住喺一個叫 Omniverse 嘅平台上，呢個係一個工業級嘅元宇宙，未來嘅工廠、汽車、天氣系統，甚至係整個人類社會，都可以喺 Omniverse 入面建立一個數位雙生 Digital Twin。AI 會喺虛擬世界入面進行幾千萬次嘅模擬，幾千萬次試錯，揾出最完美嘅方案，然後先至喺真實世界度建造。黃仁勳親口講過，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 唔單止係一項技術，佢係一場新嘅工業革命。而 NVIDIA 就係呢場工業革命入面唯一一間提供蒸汽機同電力嘅公司。各位觀眾，睇完 The NVIDIA Way 同 The Thinking Machine 呢兩本書，就會知道 NVIDIA 嘅成功絕對唔係買中6合彩咁簡單。佢係黃仁勳30年如一日，對未來有極度敏銳嘅嗅覺，敢於將整間公司推向懸崖邊緣嘅膽識，加上幾萬名工程師日以繼夜用汗水堆砌出嚟嘅超級護城河。當我哋今日日日用 ChatGPT 寫 email、用 Midjourney 畫圖嗰陣，唔好忘記支撐住呢一切運算嘅，就係當年嗰間喺 Danny 餐廳入面爭啲連飯錢都俾唔出嘅小公司。你覺得 NVIDIA 嘅股價係咪已經見頂呢？定係 AI 嘅革命只係啱啱開始？黃仁勳呢個皮褸狂人仲會帶俾我哋咩驚喜呢？留言話俾阿奇知你嘅睇法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深度科普，記得一定要撳個 like，share 俾你啲炒股或者搞 IT 嘅朋友。仲有最重要嘅係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我係阿奇，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解密更多科技狠活。拜拜。